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发生着大爆炸。当地政府怀疑是已经蹲伫个港口蹲6年的硝酸铵引起的，所以这个台湾港务公司就赶紧落清查。结果惊到人哦！这个台中港34号的码头有20卡的货柜，竟然拢是放这个进口的硝酸铵，是全台湾放上多一个港口。虽然讲这个硝酸铵唔是进非什的物品，嘛无这个期限甲数量的限制。但是，也是要求这个海运的业者爱赶紧来处理。啊，讲昨暗本地放伫个台中港的硝酸铵，拢已经全部刷掉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港口这个月初时发生爆炸，全世界拢着惊。当地放6年有2750吨的硝酸铵，被列为是可能爆炸原因之一。台湾港务公司随清查全台湾的港口，发现台中港34号码头放的进口硝酸铵的数量是全台港口的第一。这放货柜所在本来嘛是放硝酸铵，经我们查证是20个了，那20个我们已经全数运离。那最后一批，它应该是在货主在云林，应该也是做笑气使用。进口的硝酸铵除了加工做工业用的笑气，另外嘛会使做成农业肥料。工地为国外进口了，拢会放伫港口，这蹲到20个货柜，因为被列为中价危险的物件。爆炸的事件发生了后，就要求业者再造。不是属于高度危险品的，所以它一般来讲可以摆在柜场，应该有5天左右。另外，港务所甲消防局这几天嘛派人到各港口码头检查陆续的为国外进口的危险物品，包括藏的所在装卸运送敢有符合规定。目前就发现讲有业者藏的所在甲其他物件挖伤近，就要求对方随改善，确保安全。